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另外是讲过欢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祭出32%的高关税，加上这波世界经济大战，对此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也批评政府伫清明连假拢无作为，造成股市一开市的大崩盘。批评政府无顾到人民的生活，也咧拼大罢免。面对美国政府祭出高关税，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包括书记长林彦竹、议员罗坤福、蔡宗豪、甲柯志春，嘛特别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伫年假期间拢无作为，伫台湾经济产业面临高关税，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要求政府应该提出政策，你唔是爱百姓安心啊困。我们政府应该主动的出击，那结果没有，还在搞毛巾操跳毛巾操的音乐会，然后还问说，萧美琴还问论比里面包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包人民的眼泪，全台湾人民的眼泪。到底你总统
这些高官你看到了吗？我们政府有没有政策？有没有办法？总是袂使讲符合美国人要甲咱欺负，愈甲咱欺负，啊，咱愈奉承，靠人安尼。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不要老是大罢免，把真正的时间精神要用在怎么样去处理现在股市的问题啦。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虽然这个决定在目前看起来势在必行，但是让人家诟病的就是说，政策背后依旧看不到一个面对这个高关税有任何的中长期的战略布局。我想这个特别预算赶快来补助，花人民的纳税钱，的确是需要在这个时间对台湾的企业伸出援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是一个针对国家面对这样的挑战的中期跟长期的一个国家策略。美国的总统川普高关税，台湾的总统赖总统带头税，全民就心脆。让我们看到内政外患，从一连串下来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大罢免，我们在权力斗争，是在内政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执政的团队，民进党执政的团队，整个在为人民的经济模糊力，整个能够稳定内政，能够来抗衡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高关税。美国高关税引发世界各国的愤怒甲忧心。除了看到各国的官员紧急动员，找出应用的对策，现场嘛有国民党少年参选人李佳龙甲柯震豪代表少年人来发声，呼吁政府应该中央地方团结一致来对外，唔通搁再继续操弄意识的形态，沉沦伫个政治的斗争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4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8號下晡伫巴克利紀念公園舉行點盛會儀式，展開為期3天的團賞盛會行程，預計將西北、中南10間學校為全台灣展開精彩序幕。14年全大運正式啟程，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祝福本次的運動賽事順利成功。114年全大運聖火引燃儀式，在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房瑞文、台南市體育局主秘陳崇儀、長榮大學校長李永龍等貴賓共同參與儀式。聖火自4月9日起展開3天的傳遞行程，為這場大專院校級的賽事揭開序幕。特別代表教育部這邊要特別感謝台南市政府的，因為今年整個4月，真的是我們台南的運動月。因為緊接着4月19號，我們今年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馬上在台南市這邊就要開始展開了。全中運辦完之後，換我們長榮大學這邊接起。緊接着我們4月27號，我們今年的大專運動會也馬上就要展開。這次全中運跟全大運這樣子，大概也帶進了2萬多個選手進台南市來。剛部長特別提到，在觀光方面啊，或者是其他產業加強的部分。我相信，其實台南很多市民都有這樣的感覺。那有機會可以把2個活動賽會結合在一起做整合行銷，其實是市長一開始就指示我們要這樣做了哈。在跟學校這部分，也是在器材或者相關設備的採購上有做一些整合啦，達到一個加強的效益。為承辦這屆全大運，長榮大學歷經3年的準備與規劃，成為校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李永龍校長也特別感謝董事會的支持，以及所有教職員的辛苦付出。特別感謝所有的同仁，我們大家去投委應該超過3年哈，那這一年是非常感恩大家，因為我看到每一天無時不刻都在努力啊，也希望我們今天從巴克里公園開始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跟台南市民，就是我們有一個環教中心，那我們禮拜2到禮拜6都有開館。歡迎大家有空來巴克里公園走一走，感受一下我們剛剛董事長說的160多年前巴克里博士來到台南，那把這個愛留在這裡。我們今天要從這裡點燃聖火，把愛傳出去。3天的聖火傳遞行程將前往東海大學、台體大、清華大學、
台北大学、中央大学、中原大学、成功大学、高雄大学、海军官校、屏东大学等10间学校，象征运动精神持续传递，凝聚全国学子对体育荣耀的共同期待。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迈入第16届2005年大江文化季，结合社区、学校甲艺术团队来亲近地方，已经是台南重要的文化品牌。今年文化季以与昆共游作为主题，推出金马女王等大型的红仔戏剧等19场的演出，来展现台江的海洋文化特色。嘛邀请乡亲对4月12号开始，今日台江来热情参与。由进驻台江3档的无独有偶工作室，邀请在地素人所演出的金马女王开播大戏的真无同款，对来要传达守护海洋资源，来向后一代进行环境教育，吸引幼童的眼光甲亲子共学机会。透过大型红仔艺术创作，更希望不只是观赏，更是当亲近会当参与的日常生活。就是海中的大鱼，鲲身就是海中的一个鲨鱼，大鱼身上的一个陆地，我们用这样海洋跟陆地这样的一个发想，所以与鲲共游这个主题，我们来打造大型的一个偶戏。2005年已经迈入第16届台江文化季，到了4月12号暗时6点的重头戏。东港下晡4点，由红仔带领，也要用力在地信仰的庆典，邀请民众对海尾中江出发游行，象征社区共生的文化精神。这款甲其他县市完全无同的文化季，嘛，互一路行来拢参与的副市长叶铁山感触真深。我想这是在做表演艺术的过程当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在地人把自己的故事把它演出来，那一代传一代。那所以我想这也是台江人的一个精神所在。所以这次总共有超过将近19场的一个演出，那也有3个展览。所以希望大家透过台江文化季这一段时间来与鲲共游，来了解整个台江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2005年台江文化季对4月一直到6月，将有19场的演出，3场室内的展览，加各种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做伙行入台江，共同成就这件美事。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地公中午邀请乡城歌戏团举办100年风华台湾歌戏展览，除了让学生亲自了解歌戏，嘛展出珍贵的文物甲艺术作品。配合学校特别安排开幕式，由剧团来教学生唱歌戏，去了解身段。我心惊白白走三关。台湾本土的传统戏剧就是歌戏，这段身骑白马，更是人人拢会晓唱。地公中午上新的展览，邀请乡城歌戏团用文字相片，让学生了解歌戏的起源甲演变，嘛特别挑选戏剧当中的3项配件。展示歌戏的水，因为我感觉吼，即摆囡仔对咱台湾的文化无啥了解，请到乡城的歌仔戏的戏剧团来好好做一个展览，互囡仔呢平常时都咧学本土语嘛，来现场介绍也是讲看一寡文物展。正解呢，阮有展出2出戏的戏出一出是叫做《风卷出塔》，这出是阮算剧团一个做挑战性的剧嘛，因为这出是全本武打戏，嘿，那以我毋是讲专科的来讲其实武打戏对我来讲会较辛苦。为了传承本土文化，剧团演员嘛相当辛苦，校长嘛特别穿上小段的衫，比兰花指。伫广场的布景头前，学习歌戏的唱调身段，阁有人扮作书生、管老爷，互学生近距离了解歌戏的骹步手路。感觉足趣味，因为第一届来遮看
这展览，啊，个会当穿这歌戏的衫，我感觉足好耍。学校除了会安排每一个班级前往参观，更搭配着本土语言课程，教学生什么是办身等等，和台湾的传统文化资产今日好恒定金。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在地经营20档的汽车百货公司，为了庆祝新门市的开幕，特别举办夜现金的活动，成功吸引过路民众的眼光。为庆祝门市搬迁开幕，汽车百货业者举办3现金的活动，现场聚集了真侪民众，捡现金好康，成功吸引民众目光。我收到100块现金加1块美金。他想要来家？我帮朋友买那个东西。在地经营20档的汽车百货，拓展专心服务据点，提供更加舒适的采购甲保养环境，并采取全年无休困的营运方式，满足在地车主日常甲紧急保养需求。南区这边本身没有比较大型的汽车百货，而我们这里是算第一家有提供音响的现场安装、3C 的现场安装，就行车记录器，或者是轮胎铝圈的改装避震器的一些销售与安装服务，都有。然后另外轮胎的话，就是有包含定位服务啊，或者拆装服务啊，或者是免费的吊胎、补胎的服务都有，对。所以是都很完整的服务啊。对，都有。基本上汽车相关的，比如说维修啦，或者是紧急救援服务啊，我们都可以为在地的一些车友做服务。庆祝门市开幕，现场除了进行3现金的活动，期间嘛有抽好礼、人气限时竞标、甲免费车辆检查等福利。望透过新据点的成立，会当提供车友更加多元的服务。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湾多项创作者的品牌日前伫爱国妇人馆举办一场专属为儿童的阅读盛会。该会以只要我大汉阅读小树苗培育作为主题，邀请22间独立的册店安排3场的讲座，希望推广亲子做伙读册，并养成好习惯。册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指标之一。即天伫爱国妇人馆组织各类的独立册店，有的是单语文，还佫有文学、绘本等等。册店单位希望以市集的方式推广亲子阅读习惯，同时申请文化部补助，把独立册店保留落来。尽量出来市集去曝光自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育住书店这样子。册店主要是咧推广台语文，还佫有一寡甲台湾的历史、甲有人类学相关的册。文化部的创新书市庄头书展的计划。那这一场是我第5场，今年第5场的计划。这一次的主题是只要我长大哈，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主要是要推广儿童家庭阅读的共读的部分。活动内容多元佮丰富，唔那有一系列讲座、讲故事，还佫有美味的手作单位、手工艺作品，其中有以羊毛毡所创作的台南地景建筑就非常特别。按照台南400年的发想，然后做了就是台南系列的地景，让它缩小化、可爱化，用羊毛毡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平易近人，然后更可爱，让像大小朋友都可以更接近台南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南的古迹。伫儿童节的4月份，和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坐册搭、看展览，斗阵培养看册的好习惯。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文化部日前公布第1届百大文化基地，其中位伫安南区13栋的第1家社区博物馆，嘛伫全台湾1026件候选名单当中来入选。对此，第1家校代表达因努力8冬外来成果被看见，日后文化经营的责任更加重大。
将近100栋历史的茶家古厝，对咱开放成为社区博物馆，成为台港本土教育甲户外教学的场所。去年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结合公部门力量，经做伙为古厝成为13殿文化工作室甲牌。2025年新的一档，经透过青年的参与，进一步设计出台港文化灯箱。3D 数位动画等微型公共艺术，留下珍贵的历史回忆。而多年来努力，嘛互文化部看见，立选第1届8大文化基地。对此，第1届校代虽然表达欣慰，嘛坦诚责任更大。这个工会呢，互阮真大一个鼓励啊，真欢喜。但是责任阁愈大呢。这个钱，这个奖励金是咱人民纳税交出来。所以，阮一定要真认真、慎重、较打拼，来继续来推销这个文化生态的工会。当记者来到第1家古厝校代，嘛正来赶工布置，将古厝后房相关珍贵的文物来整理展示，希望加3间来对外开放。面对第1家古厝等于是文化基地内涵，嘛互一路催生的台港社区大学执行长感触真深。因为文化就是生活，希望借此唤起台港各庄头历史种族共有的建物，拢来重新思考，加入社区博物馆，互古厝有了新生命。对台湾要来发展这个百大文化基地来讲，13殿第1家古厝的意义就是伫遮里，伊会当作为全国的这个参与，就是日常足日常的足在地，啥来是大家拢会当做。毋是讲你有啥物条件，只要恁对咱的家族、对咱在地文化，阁有这种的热情，你就当转去找你的亲戚朋友，找阿伯啊，摕妈、摕伯啊，大家烧酒，就甲咱的老祖先，大间细间都无要紧，都会当来依照这方法来成立咱的在地文化基地。第1家古厝嘛，因为做出成绩，除了种族的力量，甲有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现在政府嘛小听，希望互咱身躯边的感受到文化基地，成为国内外游客参访的新据点。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由国际扶轮甲韩国地区合作，透过国际扶轮基金会全球奖助金的计划，日前将一套妇女全自动乳房超音波的扫描系统捐赠予台南病院，希望共同守护在地妇女的健康。因应台湾近年来乳癌年轻化的趋势，由着国际扶轮3502地区巴德许德扶轮社发起。捐赠全自动乳房超音波的扫描系统，日前伫个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来举行，由着院长欧千惠来代表接收，并且一一颁证感谢状。2年检查一次，那到底中间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不知有时候会担心啊，所以他可以补足这个2年摄影的一个不足啦哈，就是说他如果2年摄影期间需要再做一些追踪的话，那我们可以靠这个全自动的一个乳房摄影来做帮忙啊。除此之外，那另外有一些40岁以下的一些妇女的话，她如果会担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摄影这个全自动的一个超音波来做一些检查啦哈，所以它可以补足我们那个国民健康署对于这个乳房那个乳癌筛检的一个不足。现时的乳癌筛检对年轻女性的来不够友善，我们希望透过这无痛、精准、快速的ABUS 的设备，让更多的女性愿意接受检查，真正落实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减少家庭破碎，让更多的拥有健康未来。国际扶轮3502地区即届结合韩国，透过国际扶轮基金会全球奖助金的计划。捐赠这套全自动乳房超音波的扫描系统，会用自动进行多角度、立体影像扫描，会用克服少年女性乳腺组织致密对着 X 光摄影的限制，而且检查的过程袂痛快速，希望会用提高妇女受检的意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贝贝，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请从哪里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